今日同大家盤點中山5個被坑得最慘嘅小區業主。呢啲項目開盤嗰陣，發展商同中介吹得天花龍鳳，結果等到交樓先發現，根本就係大型翻車事故現場。買咗嘅業主日日維權，晚晚失眠；冇買到嘅朋友呢，仲喺度俾人哋忽悠，呃去執平貨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會直接撕開發展商嘅遮羞布，拆穿所有中介賣房套路，肯定會得罪好多同行發展商，隨時俾人哋舉報下架。但我入行地產10年啦，我唔怕，我就係講各位街坊朋友聽得明嘅買樓大實話。每個坑都係無數業主用血汗錢一世嘅積蓄踩出嚟嘅教訓。條片喐咗好多人嘅蛋糕，好容易就唔見啦。大家記得點讚、收藏、轉發俾身邊準備喺中山買樓嘅親戚朋友，千祈唔好令佢哋攞住成世積蓄跳入火坑啊！第一個沙溪龍崗九龍山，全中山唯一一個啊，四面八方都係俾墳墓包圍嘅樓盤，東南西北都可以睇到人哋嘅祖先。你話恐唔恐怖？當初發展商賣樓真係豬有蒙心，黑咗良心，將示範單位擺喺2樓，然後用啲鐵皮將四周所有嘅墓地全部圍蔽遮擋。買家去睇樓，一眼望唔到任何墓地，淨係見到所謂嘅山景。結果業主開開心心等到收樓啦，打開窗直接嚇到出唔到聲。交樓當日秒變事故現場，放眼望過去一片白綠相間，講好嘅山景變墳景，日頭開窗都令你覺得背脊發涼，陰陰森森啊！當年開盤均價去到12000一平方，業主足足苦等2年半，結果啱收樓未入伙先蝕一半，樓價直接腰斬。白天返工養家，夜晚黑仲要維權保衛戰，日日食唔安瞓唔落，日子過得苦不堪言。入邊有位叫怡女士嘅業主喺人民網留言訴苦：我係一名殘疾女人，喺中山打拼12年，好不容易買咗樓。買房之前銷售親口保證小區周邊乾淨冇墳山，結果收樓之後全屋每一間房開窗都見墳山。依家孭住70幾萬房貸，住唔落又賣唔出，邊個體會到我嘅痛苦無助？好心噏。即管業主集體維權，網上曝光，要求發展商退房退款或者賠償損失，但至今冇任何處理。為咗賣樓真係連面都唔要啦！呢個係品牌發展商做出嚟嘅事嘛，完完全全就係欺詐。依家呢個盤臭名昭著，二手流通幾乎為零，99%嘅業主間屋已經徹底爛響手上，唯有1%嘅機會就係要碰到一個饕餮嘅人嚟接盤啊！如果你貪平唔知情唔知路，俾人呃咗入去，真係毗靈先言，傾聽靈魂嘅聲音。第二個火炬真華花園，依家又叫心中一城，中山頭號韭菜盤啊，堪稱深中通道騙局之王。早年一直炒作深中同城概念，打住深中同城嘅名號呢，烘托房價，仲一而再再而三改名換皮，周圍招搖撞騙，不停收割外地買家。實質上距離深中通道出口足足10幾公里，小區四周全部都係工業廠房，樓下咩配套都冇。樓盤背後嘅故事更加經典啊！從2015年賣到2025年，足足賣咗10年，樓價從巔峰18000一路跌到依家5000蚊，啲樓就嚟要俾人拍賣啦，仲未賣完。中途更加係出現開發商爆嚟工地停工，大批房源被抵押，交房時間一拖再拖。未交房嗰陣呢，就已經係地面瓷磚大面積開裂，小區外圍地基下沉，質量問題一大堆啊！樓盤後壁徹底爛晒，為咗抹去黑歷史，前前後後換咗3、4次名。一開始叫做乾隆華府，之後改成深中時代、深中一城，扮成全新樓盤，繼續收割深圳江西客。當年嘅營銷套路呢，真係玩出花嚟。賣樓嗰陣，發展商吹水承諾買家，依家16000買入。如果深中通道開通3個月之內冇升到23000，無條件回收。開發商嚟到地，依家房價失頭斬，之前200萬賣出去嘅樓盤，人哋依家100萬賣翻俾你，你敢唔敢要啊？福盛喺中山，所有嘅樓盤項目呢，冇一個正常交付嘅，唔係爛尾停工就係抵押網簽唔到。10年過去啦，小區入住率依然好低，可以話係火炬嘅鬼城。一邊係業主大量放盤，一邊係發拍市場嘅低價拍賣。舊年流出50幾套發拍房，
價錢4000幾蚊起步啊，幾百人圍觀。你估最後賣咗幾多？一套都冇啊！唔係價錢問題，係冇人願意接盤。對於呢啲高位接盤嘅業主，就算間屋送俾銀行，自己仲要欠一大筆債。你哋感受下呢度嘅業主有幾咁絕望。第三個，東區利和文華里，妥妥嘅噪音夾心餅乾，可以話東區噪音天花板啊！當年開盤嗰陣，南面嘅中海高速、南外環快速路仲未成型，周邊道路長期圍蔽施工，睇唔到車流量，亦都聽唔到車流聲音。好多買家睇中東區地段同周邊嘅舊資源，毛坯2萬1嘅均價依然咬牙上車，完全忽略咗後期通車嘅致命隱患。業主花咗大價錢，一心諗住改善居住環境，點知現實狠狠刮面。業主收樓入住先發現啊，成個樓盤俾高速主幹道圍住，2條快速路加1條快速3面夾擊，車流聲係24小時嘅環繞噪音，每日叫醒佢哋嘅唔係鬧鐘，係各種噪音啊！屋企冇一面係安靜，有啲人仲話呢度風水唔好。再攞2條馬路夾角位，好似一把鉸剪咁，生活配套都好水皮，置身商業街一大半吉鋪，買餸買嘢都要揸車出門，價錢更加係大打折扣，一降再降。7棟樓賣咗6年都未賣完，由開盤2萬1毛坯，依家1萬1大裝修，跌幅超60%，業主集體血虧，抱團痛哭。好多網友笑話，買樓送3大豪禮啊，送坦洲快線，送南外環，再送1條中開高速。提到中開高速，利和文華里呢，只係其中一個受影響嘅小區啊。中開高速建設期間，沿途小區業主反對聲音好大，前後後影響近40幾個小區同村莊。齋電子郵件意見都有2000封，全部投訴高價離住宅太近啦，噪音污染超標。例如南區金水灣、碧堤灣畔改造後間屋，距離快速路淨係得返30米，業主實測80分貝。大家要知道，高鐵經過都係70幾咋，80分貝咩概念？你哋想象一下，雖然後邊經過多次投訴，部分路段改成隧道，加裝全封閉嘅聲音屏障，但始終先有樓後有路，住得好地地突然多出一條高速響隔籬，換咗邊個都接受唔到啊！第四個，石岐天水湖賣樓嗰陣，發展商一口一個奇光新城、江景房、小區人工湖，啲噱頭拉滿，當年2萬2嘅高價炒得都幾兇啊！清盤嗰陣跌到8000幾，上百萬蒸發響風景入邊，業主真係蝕得太慘啦！唔單止資產縮水一大半，幾百萬抌落去，入住之後仲換來一串嘅糟心事，物業差到離譜，口碑全城墊底，俾多數業主投訴車位亂象前所未聞，小區大量產權車位只賣唔周，人防車位更加係踩紅線，物業私自抬高租金，再推出20年長租，如變相違規賣車位。與此同時，物業採取強硬管控，將所有空餘車位全部上地鎖，鐵鏈圍擋，車庫取消臨時停車。冇買車位嘅業主日常出行泊車非常麻煩，業主忍無可忍，想要成立業主委員會換咗垃圾物業。發展商同現任物業處處設卡，百般阻攔，業主維權2年，持續投訴，至今未有解決。後嚟了解先知，原來發展商早喺賣房之前已經將500幾個車位全部拍賣出去，真係費盡心思將坑業主玩到極致。如果上面幾個你哋已經覺得好慘，跟住落嚟呢個睇完肯定又會心痛又會嬲，因為呢個比普通爛尾樓嚴重太多，妥妥嘅騙局。嚟到第5個坑王之王，西區伊頓江山悅，中山為數唔多嘅爛尾樓啊！依家城區入邊嘅一道傷疤，更加係業主嘅噩夢。當初樓盤宣傳係高綠化加板樓高得房率，要打造西區之最，造勢效果拉滿，短短13日應草客戶高達70組，但背地裏呢，大量房源提存抵押，資金緊張就嚟破產啦，仲敢賣樓，明知項目隨時會爛尾，依然照常賣樓收錢，然後將啲購房款偷偷挪用，開盤僅半年時間就停工，赤裸裸嘅買樓騙局啊！未見過咁缺德嘅開發商。時間回到2023年。開盤均價1萬1，表面施工銷售各方面呢好似正常，實質資金窟窿好大，已經好難填得上啦，隨時會爆雷。發展商只想靠賣樓回款續命，由開盤一刻起，隱患已經埋下，
果不其然，冇幾耐，陸續施工越來越慢，去到2024年，發展商生死邊緣，根本冇辦法正常運作啦。單純諗住再做一波收割，將價錢直接降到6800，用門檻低、優惠大，又呃咗一批剛需客戶衝入去。結果降價只過咗2個月，公司內部通知全員休假，項目徹底停工。而依家爛尾2年，雜臭叢生，復工時間遙遙無期。我連一班業主開盤就踩入陷阱，俾咗首付月供樓，但係交房時間係未知數，前房兩空，血本無歸啊！其他項目嘅業主亦都唔好過。有位高女士買咗27間商鋪，同樣中招。發展商隱瞞商鋪抵押事實，仲呃佢將啲購房款轉入非監管賬戶，啲錢轉咗入去啦，商鋪呢，卻無法辦理房產證，損失金額高達1800萬，前鋪兩空。以上5個樓盤只係中山問題樓盤嘅冰山一角，好多銷售只會同你講低價執樓，但係爛尾風險、物業問題、居住隱患呢啲硬傷全部隱瞞。普通人買一層樓係半世嘅積蓄，係自己每個月勒緊褲頭腰帶還嘅貸款，唔應該攞去賭，俾啲黑心中介氹去做水魚，做冤大頭。2026年喺中山買樓，千祈唔好再俾低價沖昏頭腦啊！平有平嘅原因，低價背後全部係你睇唔到嘅大坑，還唔完嘅債。想要中山買樓唔踩坑唔買貴，蕭生呢度用咗2個月時間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買樓避坑指南，入邊包含咗中山200幾個樓盤嘅優缺點分析，紅色字體標注嘅都係有重大不利因素響晒 ICO 入邊啦。咪怪我冇提醒你哋吓。另外仲幫大家整咗一份中山每個鎮區板塊4分優劣勢分析，包含咗板塊4分能級排布，中山樓市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。唔想因為信息差買錯樓，下邊留言避坑2個字，我將我整理咗嘅中山買樓避坑指南 send 俾你。仲有咩問題歡迎留言或者私信我見到都會覆你。記得點讚訂閱，分享俾更多朋友。我係小生，我哋下一條片見。